自2024年10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通替写的选择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20章第10到14节。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迄时犹大王西底家差派马基雅的囝巴西互尼，甲马西雅的囝祭司西番雅去耶利米遐，因要求讲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派军队来攻打即个城，请替阮恳求上主，要定着上主会用奇妙的方法，互尼布甲尼撒撤退。耶利米就对因讲：恁去甲西底家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西底家，你遐会出去城外抵抗巴比伦王甲伊的军队的，我要将因手里举的武器，拢收倒来藏伫城内。我要伫大受气中用所有的气力攻击恁。我要攻击城内所有的人民甲动物，因为瘟疫死。你甲你的官员以及经过战乱、瘟疫、饥荒剩落来的人，我要将因交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就是要害恁性命的对敌。巴比伦王袂怜悯恁，袂同情恁，会用刀剑杀死恁，袂手下留情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阁吩咐耶利米对人民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甲活路甲死路摆伫恁的面前，恁家己选择。留伫城内的人，若毋是互人杀死，就是饿死，也是病死。毋过恁若出城去甲巴比伦人投降，就袂活。我已经决定无要束缚去，要降灾祸伫即个城，这城要交伫巴比伦王的手，伊会放火烧即个城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吩咐耶利米甲大笔的后代犹大王室讲：恁着注意听我上主讲的话。恁逐日着秉公行义，对欺压的人的手解救受压制的人，才免恁邪恶的行为惹我生气，亲像火跌倒无人拍话花。耶路撒冷，我要攻击你，你坐伫悬悬的山顶，亲像大石踩伫平原。你开口，无人会当攻击你，会当攻入你逃闪的所在。毋过，我要因为你的行为甲你处罚。我要放火烧耶路撒冷的宫殿，大火会吞灭城四周围所有的一切。上主安尼宣告。无通替写的选择。伫各种政治选举下面，犹大王以为做巴比伦的地方特首，就当秘点强权的庇荫下，无拍算受惯上背叛的罪名，互巴比伦名正言顺，前来收复家己的领土。无好想象，借着背离信仰的政治选举，无权大利的人，减会甲身体的款面看在眼内。不过，眼见巴比伦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城，西底家王不得不下令军队组织抵抗，将面西底家自敌离开，所以透过武力来掩饰家己的惊吓。另外一方面，西底家此刻才意识到危机，阁想起
迄位满有温慈怜悯的上主，所以找人去见先知耶利米，希望伊的大道会当摇动上主的手施行神业，赶走巴比伦的军队。耶利米一直期盼人会当意识危险，无互舆论蒙蔽，丧失公正的判断。行到即个局面，耶利米毫不讳言宣告，所有掌权者要诚做即场惊骇审判的处置对象，无人会当幸免。伊阁指出，唯有向巴比伦投降，才是唯一活路，固守城内的拢难逃一死。虽然安尼，只要大笔的后代犹太王室会日日执行公正的审判，对欺压者手中解救受压迫的人，迄一日上帝要搁再施行拯救。上帝透过解释智慧的方式，互伊的子民会当理解要共立场甲阶级的人，提醒家己莫踮权位的时就袂记得捌寄居的生活，也莫踮伫低位的时就袂记得爱仰望上主。上主定义借着巴比伦打击犹大国，甲外表看若像丰盛，内面实质败坏的圣城，彻底做金图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重建和财政的工作。过去上主的毁灭多半针对外邦人，致使伊的选民误认为因通伫救恩的保护伞下面任意妄为，忽视救恩是根植伫上主甲历代信仰先祖所立的约。此时此刻，因已经背弃身为上主选民该有的责任，互恩典落空。巴比伦带来的毁灭令人惊骇，但是甲进前的大水和流洪海的灾难无共。即次上主要甲甘心顺服的人徛点做伙，希望大笔的后代会当继续秉持公义甲怜悯，这也是信仰的良知甲基础。亲像台语俗谚所讲，树头徛在，毋惊树尾做风台。常常有人讲，台湾人是健忘无头神的，因为每当拄到严重的社会事件，人一开始为对方向大肆挞伐，毋过过无偌久，对伫捌关注的议题就无搁再保持相款的坚持甲热度。因为安尼，当事件再度发生，差不多袂互人意外，也会互人不得不同意帖下甲黑格尔的感叹：人类对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类无对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。愿咱会当谨记历史的经验，正确面对迄无可推卸的选择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刻意忽略信仰甲良知的提醒？假使还有搁再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安怎做选择？我是毋是捌刻意忽略信仰甲良知的提醒？假使还有搁再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安怎做选择？咱来祈祷，满有智慧的上主，求你监察我，互你的话语正做我骹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互我赢过诱惑甲困难，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